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5的暗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就会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立委陈明文日前伫高铁放弃300万，无要是找回来。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讲，这是非法洗钱，或者是来源不明的资金。第二批国民旅游秋冬补助特别来啊，其中经济部引起的补助，就是夜市抵用权引起争议。在日本的约克哈马发生火车弄拖拉机意外，目前有1个人死亡，34个人受到轻重伤。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日本，而且是真不幸的消息。在日本约克哈马下晡发生电车弄拖拉机意外，也因为这台载着水果的拖拉机停伫并高道顶头是未顶未动，也未赴来离开，随后就互电车当场弄起哩。拖拉机司机是当场来死亡，火车也突出去铁轨路，造成34个乘客受到轻重伤。民进党立委陈明文日前伫高铁碰见300万的现金，落尾虽然讲是有找到回来，不过早遐尼多现金拍走，引起众人怀疑。国民党立委认为讲资金的来源无清楚交代，可能违反着洗钱防治法，或者是财产来源不明罪。陈明文今仔日也出面来驳回，认为讲这300万是对伊处理查出来，钱是对银行分配领出来，无虾米无正当的代志。我家己处理的闭路电视揭露出来的所以钱从我家带出来的。民进党立委陈明文提迄天拄处理出门的时阵，外批手的监视器画面出来驳回，强调讲300万是拄处理查出来，而且嘛讲这寡现金拢是拄银行几落该领出来，金流正常无问题。钱从哪里来？钱从银行领，什么时候领，领多少，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个直接没有就在这里，所以既然有人给我讲我就爱地方你提供，就是这样子。强调讲绝对无违反洗钱防治法，也是其他相关的规定，而且甲现金的来源资料，还有监视器画面等等的证据交予律师。伊讲若是有这寡无影无迹的代志来甲伊抹黑，得请律师来提告。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这条钱的来源真有问题，因为陈明文打开始的讲法是斗3工囡仔创业基金，不过这300万的现金四个拍走，无怪会互人质疑。说分次提领，到底分几次？什么时候提领？在哪些银行提领了？能够公告给大家知道，我相信会比较有高的说服力。根据即马洗钱交易申报办法的规定，客户若是要领现金超过50万以上，就必须要提出身份的证明，银行嘛要向法务部调查局来申报。而且佮加上最近这几档国内外拢正注重洗钱防治，300万的现金，银行安怎都无法度避免，一定都要照规定来办理申报。原则上现行的法规就是有一定的金额达到那个规定的话，我们就会申报，每一家银行都需要。我们对于银行有检查权，但不代表我们对个人有调查权。那检调如果有确实相关的金融机关是哪一家，那这样回过头来请我们进行协助，我想我们一定会请金融机构来进行必要的协助。郭立雄强调，讲金管会并无调查权，但资金流向通关了后，会进一步来主动了解。不过国民党立委指出，若是资金的流向正常，就应该随公布领一个证据，互外界知影。而且强调，讲伫立法院开议了后，会随要求调查局、金管会有相关银行来立法院做专案的报告。若是前民进党籍家己关的机关王金山，已经要求陈明文爱交代互清楚，若无会伫拜五去家己地检署启灵来告陈明文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或者是财产来源不明罪。记者综合报道。郭台铭的幕僚蔡心如，伊的翁婿也是现任新竹县文化局长李友龙。透早因为牵涉到用到这个公务车使用的问题，和新竹检调来约谈，认为伊住伫台北的李友龙，拢甲公务车开登去台北，也已经几个月啊。约谈煞了后，李友龙也随甲伊局长的职务辞掉啊。一台普小车拄市调站来离开，内底坐是新竹县文化局局长李友良，伊涉嫌甲文化局配公务车驶登去台北大所在，而且要几6个月，新竹县检调早起1点外约谈李友良来新竹市的调查站说明，今年54岁李友良捌做过电视台主播，落尾去新竹县文化局来做局长，因为李友良的太太是郭台铭的幕僚蔡心如，所以去用约谈特别受到外界关心。那所谓公务车是3掌的部分是可以上下班来使用。
那对于文化局长这边，他本身并没有定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规则。经过5点外钟的约谈了后，李玉龙去调查站车登去，路边发声明稿表示，家己因为伫公务车的使用面顶认知无清楚，造成县政府的困扰是真歹势。甲县长报告了后，已经得到同意，对即马开始甲文化局长的职务辞掉。新任县长尤文科嘛随批准这件代志。李游龙他特别今天回来之后，特别跟我说明，他为了不影响这个整个这个我们县府的运作，他决定要请辞文化局长，所以我想我会尊重他的决定。因为李玉龙甲因太太蔡信如的身份是真特别，检调侦办这件案件时，拢无愿意加讲啥。敢若讲已经调查相关的资料，由检察官来侦办。另外，之前就有县政府人员表消息讲，今年新竹县政府370万的电视广告票案，是李玉龙来担任票案的评委，而且迄当初因某蔡信如是电视台的创意行销总监，就去县政府来记李玉龙，落尾这个电视台就顺利得到这个票案，所以嘛去外界质疑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啊，毋过根据了解，即届约谈甲这个案件无关系，加入去过团队无到半个月。因翁就传出公务车使用的代志，蔡信如表示，甲郭先生的办公室无关系，啊，毋过伊会甲因翁共同来面对。郭台铭的办公室是声明，这件代志甲郭台铭的相关事务无关系，会尊重蔡信如甲因处理人的处理，未来嘛会继续看重蔡信如。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2020年总统大选，过瓜王这3个人敢未来角度呢？台北市长郭文哲讲，27以前是郭台铭宣布参选的时机，也讲郭党会到美国见美国总统川普。郭赢也讲，目前是有计划要去美国，以郭党甲川普的关系，根本唔免透过美国在台协会。2020郭瓜王的合作，搁伫咧准备当中。台北市长郭文哲讲，郭台铭宣布今是要参选的时机，绝对袂拖过9月17，而且10月份搁会去美国来见川普。郭文哲阁讲，伊会思考郭瓜配组合，而且阁替郭台铭想好竞选票据。去美国才是真的，去见美国见手就不晓得。台湾重开机是一个口号嘛，每天在那里不是扁维他就马维他，每天在那里绕，干脆就重开机算了。当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选，可以来进行考量。但是以郭台铭先生他是政治素人来讲的话，他要寻找的是可以在跟他互补的人会比较好一点。川普那边有一直都在邀约郭台铭先生跟美国之间白宫的沟通管道是不用透过 AIT 的，他是可以直达白宫的。郭瓜合作当地真拍拼地找找共识，啊，毋过郭文哲颠倒是甲民进党规个界伫媒体呛声，即届阁上尊总统蔡英文，啊，阁有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站小英总统旁边会瞧不起他，原因是什么？不是啊，人家说打仗还是要赏罚分明嘛。高雄输成这个样子，竟然没有人要负责，没有人需要负责，还有千户案搞成这样，也没人需要负责，这赏罚不明啊。这个问题人家也跟我讲过了，他说如果不是靠陈菊的话，他怎么没办法赢戴兴德？啊，若是进前郭文哲讲家己是敌赢的，随去互民进党主席倒英台来甲抢。郭文哲讲这是民进党定定利用的手法，惊伊去见蔡英文，所以降一级用党主席对党主席的身份。伊是台北市长，阁是民众党党主席，有机关批评郭文哲伫市政府翕民众党的影片，阁是郭文哲官方赖口罩来宣传，即期讲是人三用公权。对这个代志，郭文哲回应讲，口罩是家己出钱成立的，影片嘛是户籍请外口的团队来翕的。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顶礼拜发条要甲这个人才留伫台湾的证件，用到这个鸡仔来比喻外籍劳工，引起正人的批评。伫昨暗伊也开直播来背花，讲这个鸡是非法的移工。不过新住民团体认为讲伊是死鸭的水杯，要求爱公开甲大家回实的。蔡市长投国开直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顶礼拜以红拢飞走啊，入摆一堆鸡仔，比如人才流失。但是，互各界质疑鸡仔的讲法是其实移工。直播当中，伊强调讲鸡仔是指跳机从事非法工课的移工。跳机的，拿到签证以后进来乱七八糟的，不光是海关人员受不了，事实上对台湾社会来讲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这是我讲话的原始的本意。韩国瑜已经过大间强调无歧视的意思，但是新住民团体看完直播，认为伊只是硬拗，根本无要认错。非法外劳他是进来这边了，他遇遭受到一些剥削，他才选择那个非法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当非法外劳的。新住民要求韩国瑜公开回实的，慢慢看无新住民20万的选票。对又搁被批评，韩国瑜嘛再度澄清，伊感谢新住民来台湾，但是政府开放新南向无做好管制，确实也产生问题。对于整个国境的管制以及台湾社会的问题，
是不是要在这里，政府要更用一点点心思去了解，拿到免签证进到台湾的有没有产生其他的问题？韩国就强调，伊的秘书只是小可代志，希望各界莫阁放大。不过，移民署进前是指出，对106年到108年，伫海关以口头询问的方式问高风险旅客6000人到3000人被拒绝入境，并无管理了无好。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虽然伫昨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草案，不过反送中的抗争无因为安尼来停止。总统蔡英文也讲，有伫咧关心相关的发展，也搁再一摆呼吁香港政府真心甲各界来对外，找出实践自由民主的方式。就是要拜托大家，小英总统支持我们有志同仁，我们也要给做事的总统一个肯定。总统蔡英文参加电话游行活动。包括林佳龙等人伫咧致辞时阵，拢学到蔡总统的政绩，现场袂输敢若是小型的造势大会。不过伫咧讲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要撤回逃犯条例，不过反送中抗议依然是无停。蔡总统是呼吁港府真心甲各界对话，找出实践自由民主的方式，找出这个实践这个香港的自由、香港的民主的一个好的方式这样子社会才能够去稳定。对于立委陈明文的300万争议，蔡总统强调，相信陈明文会继续的出来解释，而且认为司法是上好的方法。另外，媒体问伊对台大名誉教授霍德芬指控伊学了造假，未故意妨碍名誉的代志，蔡总统强调，就和司法去处理。这个指控确实是不实也浪费了社会很多的时间。那么，既然贺德芬教授觉得说要司法厘清，那我们就提高。我会把资料准备齐全，然后该怎么做，我一次回应。是面对对不对？他应该对国人说清楚嘛。就台北市长高文哲对总统放话讲，伊无法度管理身躯边的人，只要秘书长陈桥伫咧伊身躯边一天，就看袂起伊。蔡总统回应。政治人物拢会受到批评甲质疑，相信身为主席的瓜市长也会去体会，作为政治人物爱去承受各种的批评。也认为瓜市长批评高雄市负责是无啥公平，因为南北的资源分配本身就无同。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政策到今已经要3个月了。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测试时阵宣布要将这个逃犯条例草案撤回，不过其他4项诉求是拢无来回应。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伫初三讲中国若要发展会遇到真大斗争，也强调讲应该爱斗争就爱斗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号暗时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却被外界质疑，这可能是以退为进，为着要实施紧急法铺路。5号早起，林郑月娥佫强调，这只是希望为困境行出第一步，会伫立法会复会后撤回条例草案，唔免经过辩论、发言加投票。要展開呢個對話，都要有一個基礎。咁所以，琴日公布嘅4項嘅行動。係為呢個對話咧係提供一個基礎，呢個係一個唯一嘅目的。所以其他嘅揣測話點解喺呢個時候做某一個嘅行動咧，都係唔正確嘅。為什麼會改變3個月以來的定呢？林鄭月娥指出，6月15號已經宣布暫緩，7月也講法案到這為止，表並無計劃修法必定現成期。相關決策攏是由港府提出，中央政府攏表示盡量支持。中央亦都係非常之堅定，咁係支持維護一國兩制喺香港嘅實施。我昨天宣布係撤回呢個條例草案，中央政府嘅立場仍然都係理解、尊重同埋支持。反送中運動發燒兩岸氣氛激烈，一個美中貿易戰爭類有外患，中國是紛紛擾擾。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央視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號出席中央黨校開辦儀式，以鬥爭為題發表演講。
伊伫演讲当中讲到56摆斗争字句，要求干部发挥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事。若是出现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主权以及人民根本利益等风险挑战，都要坚决斗争，而且必须摕到胜利。这话也引起外界讨论，帅气要处理混淆时，可能会采取较强的政策执行。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回倒换条例讲法，民主派议员是无咧甲伊信道，批评林郑月娥是一直咧闪避，因为反送中互看现现的体制问题。来台湾访问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也认为讲五大诉求一个都袂删减。香港人民要争取自由、民主加选举的自由，会伫10月初一进前示威活动会一直搁咧继续。宣布撤回倒换条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5号出面回应各界议论，暗过民主派议员无稀罕，批评已经错过撤回修例上好时机，有关无关民意对反送中运動，警方過度使用權力一句話攏無講。林鄭係一個好大嘅魔頭，咁然後佢仍然都係唔就住社會上邊對於警暴嘅問題，成日獨立調查委員會最有廣泛共識嘅問題。係正面回應，我唔知係咪期望緊有另一個浩劫喺嚟緊日子。有機關批評只答應撤回修例，是假讓步真鬥爭，或者是分化群眾，想要佫引起佫較濟警民衝突，就此實施緊急法鋪路。而自由黨黨主席張國斌指出，要化解香港當前問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上好嘅做法，不過政府卻唔肯做。即係如果可以做到嘅，當然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嗰個條例咧，呢個係最理想嘅。咁啊，我相信如果係可以咁做到嘅咧，嗰個化解嗰個問題係可以更加快。人喺台灣嘅黃之鋒表示，5大訴求欠一項攏袂使，香港人愛爭取香港民主選舉自由。最重要的是，香港政府應該讓香港人選出來，香港特首應該是讓香港人選出來，而不是只是聽北京的命令。黃之鋒強調，自10月7日中國國慶進前，香港抗議示威會繼續落去。自9月27日8會有全球大串聯，而香港面臨也計劃申請9月15舉行大遊行。將近3個月反送中抗爭700會議員的繼續燒。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伫咧今年5月，台東縣的警方甲海巡署伫南蘇外海甲宜蘭外海找到大量的毒品走私案件，包括着900公斤的安仔甲600公斤的茄仔。今仔日檢方也甲11人來起訴，其中有一個就是台東縣警察局姓李的前警官。一袋搁一袋毒品，都尊稱下卡去互抄出來。今年5月份，警方甲海巡署伫東部外海小連刷掠到2隻漁船，走私900公斤的安非他命，甲超600公斤的K他命。在當地檢署偵辦了後，查獲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等的罪，對在野人提起公訴，其中佫包括前警官。明知道自己身負偵查犯罪的職責，應積極地防治毒品的危害，卻因個人的經濟因素與他人共犯本案。違反了忠實職責，讓我們辛勞執法維護治安的同仁蒙羞，而且事機敗露之後呢，又不願主動投案。姓李的警官原本是南蘇分駐所的所長，那就是因為家己佇外口有欠效，才會來做看線的人，替船頭家甲販毒集團來接線，而且利用職務的利便來暗砍非法的走私毒品走私案曝光了後，一個姓李的前警官佮控制失去聯絡，到6月份去互警方掠到。檢方罵講姓李的前警官是執法人員所違法的犯法，該起訴，求處12年的重刑。這件走私毒品的案件查到的安非他命甲K他命總共有約1500公斤。警方表示是台東掠到上大件的毒品走私，主要攏是拄干保濟來毒品，初步估計市場的價值差不多是40億，會當互650萬人來食。但是流入去市面，可能會造成真大的危害。除了姓李的警官以外，警方嘛起訴幕後市場的金主、船頭家等10個人，而且求處7年到13年不等的刑期。記者綜合報道。在高雄基山大雅地區有7公頃的農地，對102年到106年，防吞連鋼鐵村的坡甲不明的廢棄物，經過地方提起行政官司，最高行政法院判高雄市政府愛要求業者來清除，不過經過2年攏無來清除，見擺若是落雨，就把這化學的物質的根攏總搶出來，也嚴重污染到附近的田。
这高雄基山大内木瓜园部分木瓜树打死果实拢未大，边个金蕉园也同款，农民摕刺纸来切，边个水沟啊竟然拢是算期待12到14个强碱水。我们很担心说，除了它下了雨后，它里面自己的强碱水溢出来以外，甚至我们地下水已经饱受到威胁了。原来田边啊，就是7公顷的路屎甲不明废弃物废电场。落雨都泄出白色或者是黄色水，还有奇怪油，不是农作物，连落地这生物拢死了了。虽然常常有工人来补漏水，或者是抽除漏的水，不过农民认为这土若落雨就被污染。2日前，高等行政法院早就判高雄市政府应该要求业者清除。不要因为行政诉讼的这个期整的拖延而没有而阻碍了或是停止这种要求他们清除的这个过程动作，是不是由环保局这边来代为执行？请这个当初的行为人能够先缴一笔钱进来，那么由我们代为执行。没有在诉讼完成之前，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做后续的处理。这所在自101年到106年，总共被废掉100万吨的路屎甲不明废弃物，其中全部就是中共副产品。由中联公司交付清分业者，中联声明表示，全路石对着水未验出有害物质。认为有其他污染物，要等司法调查清楚责任。高雄市政府也表示，目前正透过拍官司逼清分业者清除，确出条条污染，环保局会去了解作为官司的证据。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烂船撞到好港路，若船是全部塌掉的，说是拢无法度。伫咧云林县大西的渔港，因为沙是规个家港口拢塌掉的，逐摆若是靠流渔船啊，就会靠沙，卡伫即个渔港内面是袂顶袂动。渔民希望讲相关单位赶紧来改善。云林县政府水利处也表示讲，目前已经向渔业署申请经费，会赶紧来处理。云林渔民早起正无用伫无渔网仔，伫咧云林大西港真侪年以来受到沙塌掉的影响。大家若是拄着靠流的时阵，船就会伫港口靠搭，嘛互当地渔民无法度出海掠鱼啊作业，而且嘛因为安尼去影响到因的收入。啊麻烦啊！你袂当出去嘛是无法度啊。安尼偌久啊？真久咯啦。几年啊？几啊年咯，拢开始来较条高啊，尔也毋捌做啊到的。当地渔民表示，因为港口的沙塌甲真严重，若是要出海，拢爱等甲大流才会当出入渔港。毋过万不若是无细日去算毋着时间，就真有可能去互调伫咧港区，或者是港外口，真正是足麻烦的。希望讲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改善。在云林县有6个渔港都有这样的一个清淤的需求，然后在我们今年初就制造相关的计划，向中央争取各个渔港的清疏计划，我们持续在追踪。云林县政府水利处表示，大西渔港点解清沙的时间差不多是3年进前，清出2万立方公尺的沙土，平均清一届会当冻3冬至5冬。今年3月份已经向渔业署来申请，争取正8万的清沙补助。但是经费拨落来，赶紧来处理，方便渔民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大雅二号公园，敢若半公顷外，却是规个台中上介贵公园，总经费却要4亿4千多万。比一般的公园是加5倍外。台中市建设局也讲到，这个公园用的算的拢是台湾设计师所设计的。另外，征收私人土地要做这个公园的钱，就开了96%。囡仔人伫白色的沙坡地里佚佗，就算讲绑着手嘛袂去垃圾。边仔就是专业设计防锈蚀器材，甲一般的器材是真无共款。家长带囡仔人来遮佚佗，拢讲伫遮会当耍甲真放心。对附近家有小朋友来讲，应该 OK 啦，因为它蛮市区的啦，比较方便。电鸭区鸭潭路4段有真侪大楼，这座敢若0.6公顷的2号公园，会使讲是目前全台中市上贵的公园。起的价钱要到4亿4674万，民众听到这个数字，有的人感觉伤贵，毋过某人感觉讲，这就哪像是都市森林内底会当休喘的空间。它很棒的是，跟其他的社区啊，有一些小巷弄的空间。所以很方便让附近的居民来使用，我觉得这很棒。贵啦，贵唔过吼，咱大家的人嘛袂歹啦。假如在几年前有开挖，我们这块地也不必花费那么多，因为现在地方的建设都是用市价征收。
甲其他面积正小我的公园来看，平均医生总规模伫5000万以下。这座公园是安怎贵别人要交赔？台中市新港处表示，上主要是因为这块公园预定地私人土地比例达到96%。啊，毋过实际工程经费仅1700多万，用每平方公尺的价钱来看，并无比其他公园更较贵。公园的开辟费用比较高，是用地的取得。那因为我们在这个为了开辟更多的公园，所以我们目前开辟的方向是以国有土地、公有土地比较占大多数，或是土地已经取得的部分，来优先做开辟。这个地区人口真侪，真欠绿地空间。起这个公园了后，估计会当提供边仔3个里2万多人来遮休闲行踏。当地民众希望讲，这个全台中市上贵的公园，会当互因伫这个大楼、楼仔厝真侪环境内底，做伙享受大人囡仔佚佗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互真，因为不满工作机会拢互抢走，南非搁再发生排外暴动，而且南非民众也甲外国人开的店抢了后，就甲因放火，也攻击外来移工，尚无有7个人来死亡。奈日利亚政府也呼吁民众卖去南非，其他非洲国家也出现抵制南非的行动。奈及利亚第一经济大城拉各斯，当地由南非人所经营的3C用品店4号被当地人迫害。首都阿布加由南非人所经营的连锁购物中心也成为攻击目标，这拢是当地人针对南非国内连续几啊天排外攻击，尤其是针对奈及利亚人的报复行为。All of us, we are very angry. That's why we are out today to protest that this should not be continued again. 这摆南非排外攻击的起因是火份司机9月7日发动罢工，抗议大量车外籍移工，致使本地人失去工作机会。继讲到前一间伫约翰尼斯堡由奈及利亚甲其他非洲国家生意人所经营的店头被攻击，并且拖甲首都普热托利亚以及亚历山卓等地，至少已经7人死亡，将近200人被掠。Very bad. I'm very upset. The government fails us. Doesn't protect us. It's not normal. It's not fair. 南非长期是附近国家经济移民的聚集地，赖索托、莫桑比克甲辛巴威也为南亚加奈及利亚来遮移工，差不多500万人，也真侪摆爆发排外事件。南非经济将近10年衰退，总统拉马福萨5月上台承诺拼经济，增加少年人就业机会。不过7月失业率又悬浮29%，是11年新高。排外动乱显示南非民众对经济失望，甲对未来惊吓。南非政府甲非洲联盟拢已经公开谴责暴力，不过奈及利亚议员对南非大赛表达不满，佮呼吁民众唔通去南非，也抵制伫约翰尼斯堡举行的非洲世界经济论坛。桑比亚也取消这个周末甲南非的卡球游击赛。记者综合报道。英国首相Johnson要推动英国来脱欧，此时却伫国会踢到铁板，也因为在野党甲自民党少数议员来走票，却将这个脱欧的期限延到明年正月底，而且也禁止无协议来脱欧。The ayes to the right, 329. The noes to the left, 300. So the ayes have it. The ayes have it. 反脱欧势力头一波攻势，要求英国首相强生伫咧10月19进前，促请国会通过已经有的脱欧协议版本，或者是互国会通过无协议脱欧。对过去这几个月，英国甲欧盟当局交手的过程，会当看得出来，欧盟所同意的，英国国会无可能接受。同款的是，英国国会通过的方案，欧盟嘛无法度点头。10月19日期限过了后，若是代志无进展，首相就必须爱向欧盟提出要求，将脱欧期限对已经延长过的今年10月31日，搁再延到明年1月31日。另外，法案嘛要求相关的内阁首长，伫咧未来几个月要随时甲国会报告，也就是互脱欧时间表的决定权对政府转去国会处理。针对这点，首相强生认为，这个地区政府无法度运作，所以佮提出提早大选的议案，日期定在10月15。但是根据2011年生效的定期国会法，提早大选必须要有下议院全体议员2/3以上同意。换一句话来讲，650席的下议院若要通过提早大选，核定达到434票爱同意。但是伫咧反对党抵制和部分执政党议员走票之下，同意票只敢若298票，法案被推翻。
工党领袖科尔宾积极强生，想要提早大选，目的是想要回避国会监督，放手推动脱欧。伊并且主张，若是要提早大选，必须要伫咧脱欧延期决议，由英国女王公布做正式法律了后才会当。不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指出，资本支持脱欧的议员已经提出100项修正案，要用脱的战术，让国会无法度伫咧后礼拜休会进前，将延期脱欧法案送予女王签署，为强生推动准时脱欧排除障碍。不过最后决定准拄煞，所以议案按算伫咧英国时间初6完成立法程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测试，美国商务部针对着中国加墨西哥销往美国的钢铁具有真悬的反倾销税。另外，中美贸易战上新的谈判已经决定伫10月初伫华府要来举行。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认为中国的华为影响的是国家安全，所以无想要甲中国来讨论。中国甲美国一年的贸易战，这个月随着双方互相调关关税进一步升级。5号早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甲美方谈判代表莱特海泽等人通电话后，确定10月初会伫美国华府进行第13轮高阶部长级会谈，9月先进行处长级工作协商。消息指出，市场安心未少。最近因为避险需求一直创新高的日票总算回拨，达到106.75换一美金，两澳币人民币甲韩元换美金拢有起。不过，就伫刘鹤甲莱特海泽通电话进前，美国总统川普一改5-6月之间愿意伫谈判中解决华为问题，也佮放松对华为经济限制立场，解释讲华为毋是咱即马要讨论的代志。No, it's a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Huawei is a big concern of our military, of our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we are not doing business with Huawei. It'll stop almost completely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另外，美国商务部初时表示，伫初步确定中国甲墨西哥2个生产商，以比公平市场较价介绍伫美国市场倾销有质结果更了后，会对2个进口的有果结果更加扣反倾销税。中国产品的税率是141%，墨西哥是31%。去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有质结果更差不多是8.9亿美金，产品主要用伫建筑。美国商务部先制出反倾销税，按算至2020年做出最后的裁定。今年6月间，美国商务部也对中国销往美国将近10亿美金的阿鲁米合金制品扣反倾销税。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今仔日将第2批扩大秋丹国民旅游的奖励计划呈报行政院，包括着经济部农委会所提报的奖励函案，按算会投入超过10亿。其中，经济部要补助国民旅游去小店的人客有夜市仔抵用券，也引起正人的讨论。落雨的昭和夜市啊，天气歹，加上中国客减少，生理淡薄仔冷清。为着要促进国内旅游，行政院伫第2波国旅补助当中，由经济部增加夜市啊抵用券，只要民众带参与国旅补助的下国旅作业，每一房会当摕到200块抵用券，有4张50块的。全台湾73个合法登记的夜市啊，有缴清洁费的，拢会当使用。补助那么多，负担得了？财政负担得了吗？不晓得。一个房间才200，一个房间最少住2个人嘛。那2个人平起来，一个人才100块。多少了都有一点啦，不能说完全没有了。那至于说要怎么看待这个整个市场还是自己必须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产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行政院公布第2波增加补助，除了经济部发夜市仔券，客委会对客家庄消费的旅客补助电子礼券，国民会嘛发出礼券，予旅客去认证的店家消费。各部会拢有补助计划，按算伫9月16开始补助实施，投入的总金额超过10亿。商圈跟夜市的消费券，那这个是要去旅游要有住宿我的了解是这样的规划，那就是由我们观光局跟经济部来搭配来推动。这些撒钱到这个夜市的部分，确实对旅游业来说并没有特别帮忙，而且它具体上它可能还要需要透过旅馆业者来帮忙，当然是要
帮忙在旅游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而不是在所谓的夜市的部分嘛。业者认为，中国企买来补助国旅并不是对策，若是要调整观光体质，建议将预算用伫咧开拓新的客源，像讲办奖励旅游，全面提升旅游品质，避免继续补助造成国家下价竞争。记者综合报道。一再发生着有民众对中国回来到台湾，伫因的行李偷掖有猪肉月饼，搁再罚款20万咯。也因为中秋伫要到啊，为要防止非洲 DJ 走来到台湾，对初6饭店开始，若准是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运来入来旅客手关行李，拢爱经过电工扫过来检查。那些客内底是金色包装的光色糍粑 XO 酱的月饼，新闻面顶有写讲3肉超过21%，有炸猪肉物件宣布来申报。这批月饼就放伫咧细里的旅客伊的托运行李内底，去用发新台票20万。中秋要到啊，真侪旅客拢会炸礼品回来，嘛拢会看清楚成分。蛋黄酥跟鱼头酥，所以我不买这个。特别避开有肉的东西。对，都会看，尤其是食品都会看。桃园机场表示，拄8月份到境已经查到19件旅客炸有卖月饼入境，其中18件拢是拄刚中澳非洲 DJ 疫区来的，拢去罚款20万。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特别伫行政议会指示，为着要预防非洲 DJ， 相关部会伫中秋期间，会特别针对亚洲入境的旅客来检查行李。拄初6半暝12点开始，包括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还有文来入境的旅客，会进行手关行李全部电工检查。像那月饼的部分，后面大部分都会有成分的。那如果有用肉，它一定会写有猪肉或者是云腿丁、火腿丁这些，就要特别注意这些标识。防检局提醒，若是月饼内底敢若猪油成分是会当炸，若是内底有马油啊，也是盐腿成分，就袂当炸入来。民众若是无清楚家己炸的产品敢受罚款，会当伫入境的进程主动来申报，避免互处罚。记者综合报道。自愿医师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法规才施行5天尔，就风声讲，大部分病院要求汉医的自愿医师爱签无平等条款。有汉医师来即批讲，过去伫病院受无薪水训练了后，就会当登去诊所共看病趁钱，但却爱放伫病院7点钟放白死死。卫福部也回应讲，已经修改参考契约啊，只要无违反法规，拢是会使。甲病人暂时看诊，阁有开药啊！伊是中医师小葛，伊除了伫请伊的诊所看诊，就爱阁去大病院接受无薪水的大训课程。虽然今年9月开始将自愿医师纳入劳基法，不过伊烦恼工时可能比过去较长。有的诊会延长，那他在这延长的部分，他就没有办法给你薪水这样子，他可能也时间会比较超过。因为咱高中医训练养成和西医无同，中医师只要毕业了后，经过国家医师证照考试1阶，就当开诊帮病人看病。但是若是想要家己开业开诊所，就要各用2天的时间去医疗院所接受自愿医师代训，包括上课、对诊等等。有中医师质疑，台北市联合病院要求受训医师逐工爱上班7点钟才会当下班，若无就要靠特休假。若是门诊的病人多，对诊的时间长，工作时间超过，凡是万也无加班费。他在我们这边受训，但是他的职业登记是在诊所，所以他的老板是诊所的负责医师，他只是来我们这边受训。那个时间上是诊所跟训练医院他们两边协调，那当然也会尊重受训医师的一个意愿。卫福部是强调，即马自愿医师工时指引规范是逐工正常工时袂当超过10点钟，4礼拜工作时间上限是320点钟。已经修订大训契约书参考表格，只要契约内容无违反法规，拢尊重。根据统计，108年国内总共有480名受训的中医自愿医师，其中有4成是委外代训，27个人是由诊所代训。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的教育。教师团体今仔日透早也召开记者会，抗议台湾教育资源分配互偷藏去啊，批评政府无重视高等教育，而且公私立学校拢用俗价伫咧办教育，也讲有的私立学校是招募学生，刷领比公立的佫较济。教育部也出来驳回，讲有6000多的奖助经费是成果好才会当领到的。
不满台湾教育资源长期分配无平均，5号教团出面抗议，批评政府口口声声讲要提升高教水准，不过无论是公私立大学，拢是属计办学，尤其大学继续扩张，不过教育资源无增加，而且甲别个国家比，台湾高教经费竟然伫 OECD 国家中排上尾。那美国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所谓的商品化，就他们私校办学是这个为主的一个国家，但是台湾的投注的公立学校的经费还比美国还低。教团指出，台湾高教经费不只是其他国家，连公私立大学也无同。公立大学甲私校补助差别为3年前5.7倍，我看增加到9.6倍。教育补助有2成经费依照学校规模，也就是根据学生甲教师人数来拨钱。另外8成经费是由学校透过竞争型计划来争取。不过，所有部分私立大学面临备案经济、招生危机，却领到比公立大学要较侪经费。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他享受的这个资源又特别的多。比如说呢，和春技术学院、中州大学、裕达科技大学、康宁大学，这些在媒体上都曝光的这些学校。被我们列专案辅导的学校，我们是不会去分配奖励款的。好，我们只有剩补助款，不能因为他是退场学校你就不给他，因为他还是有学生在，还是有老师在。对。好，但是这部分只占3成到3成5。教育部澄清，有6成5的奖助经费是注重办学成绩，也就是讲，被归类退场辅导机制学校无法度得到这部分经费。而对教团质疑台湾高教办学限制困境，向前竞争力会愈来愈输予其他国家。教育部回应，每年提升高教经费预算，也继续辅导私校退场转型。记者综合报道。前一年在今仔日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定会编2500亿的特别预算，分做是7年，甲66台 F-16V 的战机买回来。国防部也强调讲，中国解放军伫咧这几年一直视台湾赢买，为着区域的安全，买新的战机，加强国防能力是一定爱的。这几年，中国解放军不断进行远海导航，探过第1岛链，展现海空军远距离作战的能力，佮再加上增加射岛飞行，除了冲击到区域安全，嘛挑战台湾的制空能力。所以国防部有判，116年，咱空军现有的机队会大大失去优势。因为安尼，行政院再去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定编2500亿特别预算，分做7档，第115年将66台 F-16V 战机买到回来。英文 Viper 的意思，代表它有先进的航电系统。那因为这国人都已经非常熟悉，那我们新采购的新式战机就是用 F-16V Block 70这主要也是接地气。比较两岸的战机，中国目前有现役战机2000多台，并且伫东部甲南部战区部署苏35等高性能的战机600多台。咱国有 F-16、金国号以及幻象等现役的战机，不过参像幻象已经到使用年限，真需要提升。军事专家认为，因为爱自卫，采购这批 F-16V 拄好会当补古战机退役的空棚。我们可以集中少部分的军事预算采购。少量的战机来跟中国大陆做一个抗衡，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只需要一个打狗棒就好。那打狗棒的武力呢，事实上它的所需的经费是比较少的行政院表示，因为蔡英文总统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达成共识，会赶紧将军购的特别预算条例草案送立法院审议，并且列做行政院优先的法案。专案有可能伫咧这个会期通过，按算年底甲美国签司法解书。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想讲天狗类疫情会送到压落，不过今仔日在台南市，搁再发生2例天狗类病例，一个是住伫台南北区，一个是一个30多岁查某人，另外一个是住伫安南区60多岁的查某人，因今仔检查拢确定着天狗热，目前是住院伫咧观察，甲伊带做伙出来是无发生同款的症头。天狗热防治人员伫台南北区在清探病源。因为台南天狗热防治中心采购经过第2遍的采样，确定增加一个天狗热病例，个案是住伫台南北区30多岁的查甫人。
台南市天狗节防治中心表示，这个个案是第21例本土病例兄哥，母亲嘛是台南第30例境外移入的病例。除了有群组感染以外，也怀疑找到境外转本土的案例。境外一路第30例呢是妈妈，她曾经有出国这个旅游史了哈。那回来之后呢，症状真的不明显，那我们也是再三的确认。那这三个例呢，这个二采啦跟采血的这个时间呢都相当的接近了哈。一家伙仔3个人拢着病，其中母亲去泰国佚佗回来了后，感觉真忝，但是无发烧的症头，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厝里休困，无出现典型天狗节的症头。但是配合检查，经过确诊是境外移入的天狗节病例，加上病患常常出入中西区水仙境市场，防疫人员烦恼会阁爆发一波新的疫情，所以最近嘛开始做市场化学防治。这个从这个8月28号开始呢，这个。我们大概因为疑似病例呢，我们对于他的活动地跟居住地，还有可能其他的工作地呢，我们大概都已经做强烈的知青，还有这个户外的这个化学防治。台南市天狗节病例到今有境外病例30例，本土病例23例。因为最近的个案拢无明显的症头，差不多拢是经过第2遍采样才确认。为着这件代志，台南市天狗节防治中心卖伫北区双安里儒民社区活动中心、甲水仙境市场设台检站，请有无爽快的民众去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您要注意咯，若是一直扫而且喘气未顺，有可能是肺感冒。另外一个住伫彰化一位民众，却无这款的情形，敢若出现食物件吞袂下的落，加上颈椎的情形。结果去病院检查了后，竟然发现是气腺癌第3期。医生也提醒民众讲，若准是一直扫，就要赶紧去检查。彰化关肺癌的死亡率已经接连刷18档关过全国平均，原因大部分指向空气污染所造成。典型的病症之一就是一直扫，不过彰化一位姓吴的民众并无加扫的镜头，颠倒是长期吞物件不爽快去病院检查，结果竟然是气腺癌3期。为啥扫咧？甲老我咧讲话变瞎的，啊咧，算咧食物件拢食袂落啊咧啊，我之前70起，加这4年，即摆吞50起啊。我先是表示，一档内要吞物件然后拢真无爽快，主本就是甲状腺良性肿瘤的问题，但是手术挂掉了后，无爽快的情形并无改善，而且体重不断下降，上尾啊进行胸坎的短暂扫描，才发现肺部有5.5公分的恶性瘤。肺腺癌主要的症状还是咳嗽啦，那胸闷或是有咳嗽、痰有血丝这样，呼吸不顺这些这样，但是其实肺癌也蛮长，都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啦。医生表示，民众真容易将家扫甲肺癌甲做伙，但是根据研究，有35%肺癌患者并无出现一直扫的这款典型的病症。建议45岁以上的民众，会当给药量电脑短暂扫描做肺部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在云林好宝北溪社区，上届有名的就是加纸的技术。最近由好宝科技大学的学生来这用着货柜开一间店啊，卖在地农产品。原来是一个学生利用一档的专题，要来体验创业这条路。标定红光光的真纸装置艺术，正成人目。这是云林好尾北溪好厝美社区的工行，将拿对抛荒的地变工行。最近佫加一座货柜，好尾科技大学的学生伫这经营卖在地农产品冰淇淋，超香超浓，非常的真材实料，非常好吃，感觉很棒，然后绿意盎然，充满生机。青创孵化在地实践，然后吃傻工作室是我们的名字。那我想要在这边就是发展一些这边的农产品，这个是我等于说我们从零开始，然后自己弄出一个真的自己的东西，然后不管是经验还是什么都可以有成长。无想要和其他人同款写论文，好尾科大3年的学生选定来北溪打造这间工作室，执行1年的专题，为规划到装潢全部拢家己来。有学生囡仔来社区，这对社区的发展来讲，嘛是一项正好的刺激。做好的知道因为突发奇想，本来我们跑出我们这边就要做一个贩售部的，然后他们来这边一做之后，你看
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止人家来到这边，都可以来这边假假凉凉、假假冰对吧？这就可以示范嘛，让学生也可以有多一点的收入，让社区有不一样新鲜感。学生克服困难，伫北溪好厝边开一间店，是在体验创业这条路。北溪社区是以种植番麦、土豆为主，今麦有哪来哪侪少年人做伙来做社区的营造，会使创造无同款的社区风景。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要调不来的材质，上好的就是一纸二图、三木四石五金。伫咧台中大安的阿宝安宫，奉祀着三府王爷，内面有三尊王爷是用纸画的，高达有100年历史。地方希望透过记录甲推广，互人看到王爷信用。一般庙寺的神像大部分拢是茶刻的，不过台中市大安区福住里的保安宫，庙里奉祀的三尊王爷金身真特别，因的材质是用纸做的。较早的纸较好，吼，伊这内底伊简单讲，伊后壁的基骨是完全用竹啊，伊所绑的物件拢是用竹丝绑，完全无带着一点仔铁的物件。庙方表示，听讲是伫清朝光绪9年，有一只船对中国流到附近的海边啊，经过神明降价指示，才知影甲板下骹有三尊纸做的王爷。虽望经过100多年，不过纸王爷金身要是保持甲真好，毋那啥会色地青笑，金身嘛无因为上轮转落落。当机个去检查插落了后安尼啊，比如倒底学物件，交会有刷新，哦，啊这刷新请倒来，足灵感的啊，大家招牌安尼每初15，大家爱考分。甲问讲啊要甲画迄看好无？伊都唔见讲，伊要放咧做纪念，佮调一摆啊，从玻璃坎仔甲放起来。纸王爷唔干那全台湾真罕得有。更加是庙方的镇店之宝。最近当地影像创意班特别找当地老大人和文书工作者同齐翕影片，参加教育部的比赛，希望透过影像，通互愈侪人了解100年的纸王爷。我们100年的纸王爷，将它推广出去，做了一个影片的记录。目前庙方嘛真拍拼收集资料，整理100年纸王爷的信仰历史，和这段真有在地特色的宗教文化，会使继续保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民党的舞台有迷人景色，还有原住民传统的技术。舞台乡公所也向中央要来争取经费，设立各种所谓应用工具，要提供真侪资讯予这游客。又开红布条啊！屏东舞台乡舞台村办公室头前的无人店正式开幕。这台自动贩卖机有各种在地欧米亚嘅糖果买，边啊有导览解说机，互各地来游客都会使轻松掌握旅游的资讯。遇不见族人的状况之下，可以去，或者说店家没有开设的状况之下去购买，在地的一些手做的手工艺品。就观光客来说，确实会带来某一些方便。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让外地的游客来到这边的话，可以更方便的了解当地的文化。乡公所规划漫游舞台一条街，游客只要来到这间无人店，扫 QR code， 就 App 会使提供各种好食好耍的资讯。对我们原乡因为有太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并不认识地方要怎么玩啊，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我们数位的一些服务的模式。让游客来这边可以做一些比较深度的旅游。乡公所表示，舞台有迷人的风景，也有丰富的老凯族文化艺术。未来也规划要推出秘密景点的旅行，才有特别的人文甲地理的景观，就等大家来发现。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为24度到33度。中部地区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0度，北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3度。感谢您收看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工作时间再会。